后来，伫这个清明扫墓，还佫有一礼拜外，也毋过有真侪乡亲已经提前去降纸了。台中市消防局的统计，为3月初7到3月21，就来发生231件公墓的火警，甲消防人员是活要母死，因为这个墓仔埔的附近拢是杂草顶啊拿，真的来炭烧，水源嘛较歹，油较高。 救火难度是真悬，伊嘛甲这个公墓火警的空翕的影像甲翕落来，这个火线烧甲袂输是火龙同款，这个烧袂收山。空翕的镜头翕到公墓边啊，草啊稻火烧起来，火烧甲真严，现场嘛规个烽烟散雾。 消防人员挂风度的小鬼仔卡拍火，就算温度真悬，伊嘛唔敢化忝。有人有水线，有人用拍火把来灭火。救援的工作无简单，因为山顶无水，敢会当靠消防车的水来拍火。若是放手头，就火去啊！最近到白墓的时间点。 台中市消防局统计，为3月初7到3月21，2礼拜到231件公墓火灾，上济一天有50几件。走山路利用火把背负式的那个喷雾去灭火，所以说这是蛮辛苦的。3月中，台中丰原有一台消防水箱车伫咧巡逻时阵，无细里载落过境园，2个消防人员受伤。为了公墓火警，消防人员拢无应该变过。可燃物加上火源就会着火。香烛的话，金纸的话，可以委托管理单位来集中焚烧。 台中市消防局提醒民众备忘莫烧草啊，嘛莫乌白等焚驶。上重要的是莫互金纸飞去，嘛莫放烟火，爱记得甲粪扫烧清气，才袂发生火灾。